今日過嚟喺元朗幫個客整個電磁爐，其實本身係問題性唔係好大嘅，但係嗰個老細呢部機係佢接收翻嚟，講本身呢部機係上面呢部已經燒咗，就只需要換咗呢部就得㗎啦，呢部係可以用嘅。但係嗰個老細嘅話咧，就將呢啲線管剪咗落去，夾硬駁咗上呢部度。呢部係12000火，呢部係20000火，輸出個電流頻率大家都唔一致嘅，所以就導致呢部分嘅話咧，呢部分都已經出晒問題。但係呢啲情況嘅話咧，又要等成個星期要寄呢啲件過嚟嘅話咧，講好多老細都諗過，屌一個星期邊有只賺一部機錢啊咁，所以就乾脆上部機換晒佢。因為其實佢呢部機都仲好新，但係由於時間問題，冇辦法可以等到咁耐。舊年嘅9月1年多。呢部係21000火，呢部係12000火，大家個火力都唔一樣。你夾硬咁樣將佢接翻上去，肯定死啦。所以搞到依家呢部機都用唔到，冇用報廢。呢部機整翻都冇用，因為得12000火唔夠用。呢嚿嘢已經變成咁樣啦。再加上咧，佢接線咧就咁樣接，你 cut 咗人哋嘅話咧，你個阻值就變得唔啱噶啦。因為有時我哋要計算阻值噶，個阻值唔係有啲嘢唔似得話電線一樣，你 cut 咗就可以用。cut 咗之後個阻值變咗之後個電流亦都相對大咗，因為線短咗嘛，線短咗嘅話個電流就會變大，所以一次過換晒兩部。維修商用電磁爐都係要揾專業嘅進文電器維修，因為我哋對於電磁爐各個環節啊，無論嗰個功率、電流啊、電壓啊、輸出比例啊，嗱好似呢啲，肯定就係因為接咗落去，用2萬幾火嘅電磁爐夾硬接上去，肯定嘣乜嘢嘅，所以呢度已經出咗問題。當然啦，我哋亦都唔揀再用翻呢個盤啦，係嘛？見到呢個盤已經喺碼都有2-3年時間啦。好，今日睇住咁多先，唔整啦，好污糟，好油啊！